怎么样？而且怎么样录啊？跟我录一个这我就怎么啊？照相，拍相机呢？就是相机，录像。我不会。你一摁就录，你就往哪录就行了。你看这个你动，你要拿着你把这个录一下来，我给你拿住，没有钱。吹石平判，目到閃影他面，幽香暗傳，神欲醉，愛他謀近端，豈得接近天星，信有我緣，唯望兩心相牽，手牽手知舟相親像無人見，低聲輕呼小姐啊，望你能為我方便。小姐，我嚟咗啦。今天得相見，令人見到啲。有得我秋秋葉，或是名門送女，切不知佢喜我人意，全無變。小姐何須生氣？小生又怎敢心存妄念呢？不過識錯在花園之外，接得誰讓伴之？素聞小姐曉通萬行，還望題詩一首，以賞此柳之呀。寂寞歲月後。迎風曳岸邊，不從君采擷，唯盼永相連。哎呀，佳句呀！書生雖是似曾相識，因何做不出此刻而來呢？小姐呀！你在花下暗相隨，我在雲拿窗心寂寞啊。
會相望，心之行啊！莫因收葉唔佳期，且看我。世數平生緣，一人海枯石爛，永結同心盟。喜名花能有錢，不在梅邊，在柳邊。
人道心情，情自暖这个搞得蛮好。可以騰去，冇把住。